何处断？却看乾坤莫山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尘今世本无奈。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孤独自由在？难道孤独又在？难道孤独山在？又在山在？繁华日月天地转，人间沧海成悲哀。是非恩怨何处断？却看乾坤莫山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世今世本无奈。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孤独自由在？喝水吧。谢谢大娘子。哎，你刚才说了半天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是这样的，在我们乡下叫冲喜。为了知府大人，我王老抠心甘情愿地把小女送到府上来。哦，你是说白白的给我们老爷送来一个黄花闺女啊？白白送来。1两纹银也不要？1两纹银也不要。王老抠啊，王老抠，你可真是个会盘算的大老抠啊！你把闺女送到我们麻家，用不了多久，就把我们家老爷哄得3魂出窍。到时候，我们麻家上上下下的女眷们，不就都成了新娘子的使唤丫头了吗？我们麻家这么大的家业，那时啊，就成了你们王家的家业了。妙妙妙，好啊！你这样说话太伤人了。我王老抠的女儿又不缺胳膊少腿，那还怕嫁不出去啊？得，对不起了，大娘子，我告辞了。哎呦，我这不是说句玩笑话吗？值得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啊？坐。哎呀，我只是说试探试探你，谁知道你是真心还是假意呀？大娘子，我就知道你会说三道四的，所以呀，我特意请来一个算命先生，这样给老爷算个八卦，选一个黄道吉日啊。哎呦，这可真是难为你王老抠啊，王先生的一番心思了。哎呀，多有得罪，真是多有得罪呀！那就请吧。按我们的乡俗啊，我去不合适，有算命先生去就行了。好，行。大娘子，那我就在这儿等着。这就是算命先生啊？就是。好，跟我来吧。
在这儿。您请啊，你先请。好。哎呀，老爷，喝点水吧。来，在这边。我来瞧瞧啊。扶着。老爷。拿水来啊！哦，好，水来了啊！这水……等等，此药恐怕是药力甚大，难于下咽。来，帮忙啊！来！好，过来，都过来，快来，帮我把他这个手啊！小心点啊！慢着，把他的嘴掰开。慢点，慢着啊！给他水。来喝水。好，老爷，喝水啊！老爷，喝水。老爷，老爷，先生，要不要我们报个生辰八字啊？用不着，那些都是江湖骗子骗人的方法。鄙人呢，只要看看知府大人的面相，就都知道了。哎呀，先生啊，您真是医术高明啊！还要我们做些什么伺候着呀？这个不用了，你们大家呢就都出去啊，要不然他吃的药呢，就白吃。好，都退下吧。去吧，都退下。你们都出去。走吧。去，快点啊，都走吧。好，快点，走。哎，你也去吧。出去。马统派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这个用钱买来的九品绿豆芝麻小破棍儿，知道我来干什么吗？我今天是专门为那些被你玩过、害过的平民百姓出气儿来了。刚才那药好吃吗？那是我专门为你配的。想知道那是什么药吗？是蚯蚓抗灰假红糖，是专门为你们这些阿谀奉承、贪官污吏、行贿求荣做的。专门治你们这些当官不为民做主的坏毛病。就是专门给你们做的药。怎么样？你是不是觉得这根绳子勒得很紧，勒得很难受吧？那可是你自个儿越勒越紧的。你不是想娶一个小老婆吗？王老抠来了，他就在外边等着你呢，他要把女儿白白的送给你。你就等着呀，上阎王爷那儿去谢他吧。哼。先生，马老爷怎么样了？他好多了。放心，这药一吃下去啊，保证这马大人一定会好的，知道了吧？可是2个时辰后呢，再开门，不要惊吓了马大人，知道了吧？走吧。先生，那冲喜的日子呢？冲喜嘛，这个马大人元气大伤，此事不可操之过急，操之过急必定会使他魂归西天呢。所以冲喜的日子定在2月2，是龙抬头的那一天，知道了吧？2月2，龙抬头。这不是得等到来年了吗？
爷，老爷，你这是，老爷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混账东西！你没见老爷这么脏，还不快伺候！啊！老爷病好了，老爷病好了，快来看呐！老爷病好了，老爷病好了，太太，老爷病好了。什么？老爷病好了？老爷病好了？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！看看去，快去看！哦，快！哎，板桥，都在这儿了。来，你给他吃的到底是什么药啊？哎呀，说呀，卖什么关子？哎呀，这个可不能告诉你们，你问问他。说呀，蚯蚓、烂泥巴加糖皂灰。哎，这个你们可就不知道了，我还放了好多的红糖呢，知道了吧？哎，变好了，快去看看，老爷变好了，变好了，看看去，你爹病好了，快点看看去，变好了，妈，我爹病好了，真的，快看看，爹变好了，老爷变好了，老爷病好了，爹病好了，快去看，我爹变好了，病好了，快去看呐！大龙快点，大龙小龙来了，病好了。这怎么回事？算命先生，算命先生，麻大人让您快回去，他的病好了。这个回去啊，告诉你们老爷啊，他虽然脑子不好，可是啊命大我还忙着呢，还得给别人去看病呢啊！祝你们老爷长寿！谢谢您了，哎，快让老爷到这儿来！哎呀，老爷，到这儿来，坐这儿，老爷，快，给我们俩吃的，鸡鸭鱼肉都快把我给饿死了！哎，快去弄吃的呀！给老爷弄吃的去！老爷，哎呦，老爷，哎呦，老爷，哎，老爷呀，为了给你治病，我这2条腿都快跑断了。哎呀，可不是嘛，我们都6神无主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啊。是啊，老爷，您醒来呀，我们就有依靠了。是啊，老爷，知府的位子给您留着呢。走了一个卢大人，又换了一个草包。新任知府大人到。不敢当！哎，恭喜呀！不敢当！哎呀，马大人，恭喜！哎，坐。本官大难不死，还得了个知府啊！知府，一家之主。一家之主，草包。一姐，好像板桥大哥回来了。表哥，我在这儿呢。表哥，大热，快跑啊！哎，春奈，你爹回来了，你快看呐，走。爹，儿子，没给我带好吃的。表哥，给
我吧，我告诉嫂子去。走，儿子。嫂子，嫂子，嫂子，嫂子啊！嫂子，你看谁回来了？娘。我都快认不得家门了。你看，你这一走，这么长时间。也没给家里捎个信儿，都把我们急坏了。听说你在京城出了事儿，我抱着纯儿哭了一整夜，我的魂儿都快没了，你知道吗？要不是皇上开恩啊，我这命啊也都没了。自打你出了事儿，一姐就搬过来了，一直陪着我和纯儿。我白天下地干活，他就帮我担水，有空还教我画画呢。哦，真的？你看你，一说到一姐，眼睛就亮了。你看你，这人家是好心嘛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我知道，一姐是冲着你才过来帮助我们的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我们俩本身就是包办的，可是你们俩是青梅竹马。你没看见一姐她一看见你，笑得多开心呢。一姐打心眼里喜欢你，这没什么不好的。我们俩在一起，总是情不自禁地谈起你，谈起你小的时候的事情。如果你不怕别人的闲话，就把一姐接回家来住吧，我会好好的待她的。你看你，这都什么年头的事儿了？再说，纯儿也都这么大了，别胡思乱想了。睡吧。我说王老抠啊，你一夜
夜之间成了知府大人的老丈人了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啊！岳父大人，受本官一拜。小民叩见知府大人。知府大人，岳父大人，请。好，请。一姐，一姐，爹，爹，你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女儿啊，上回想纳你为妾的马通判马大人，如今升了大官了，知府大人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哼，他升他的知府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女儿啊，我已经收了人家的定银了，人家也没毁这个约呀。你看，爹，你还想让我去啊？女儿啊，你可别犯糊涂啊！你一嫁过去就是知府夫人了。哎，女儿啊，那个老家伙能活几年呢？他一死，他们家的田地家产可就都是你的了。我不稀罕。哎，我愿意一辈子守在你身边。我可告诉你，我已经跟马大人许过愿了，过几天人就把彩礼送过来。哼！爹，一姐，你听着，你要是不去，我就死给你看。爹，再过几天，人家就会送礼单过来的。谁呀？是我，一姐。哦，来了。是我，一姐，表哥。哦，一姐，你这是？我爹，他还是要我嫁给马三贵做五姨太。哦，别说了，你爹要你给马三贵冲喜，我听说了。表哥，让我怎么办呢？表哥，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。一姐，你别着急，你别急啊。你呀，让我想想啊，让我想想。表哥，你救救我吧，只有你能救我。一姐，表哥，别着急，你现在猛地一说，我也心里挺乱的。表妹，表妹。你的心思我懂，可是你嫂子还有纯儿，你
先回去吧，我明天找朋友再想想办法，好吗？哎，表妹，别哭了，啊，你先回去，我会想办法的，啊，你先回去吧。放心吧，表妹，啊。表哥，我爹要把我嫁给马三贵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表哥，我今生今世非你不嫁。表哥，你要是娶了我，就是给你当牛做马，我也愿意。娘子，你这首诗是写给你表妹的吧？哦，娘子，我这……你别再瞒我了。你们的事情我都看见了，也听见了。春儿他娘，我知道，我对不住你们。伤了你的心，可一姐她实在是无路可走才来找我的。我，哎，别撕。古人云：“诗言志。”这么好的诗，撕毁了它，岂不可惜了？春儿他娘，我，你我夫妻一场，为妻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心里最清楚。以往家中的事，都是由夫君你说了算。如今，就让我替你做这个主吧。把一姐娶过来。不妥，娘子，这可不妥呀！你我结合虽说是父母之命，可是我们恩爱这么多年了，你为了我，为了这个家，为了纯儿，吃了那么多的苦，受了那么多罪，我不能做对不起你的事啊！你不要再说了，
一姐喜欢你，你也喜欢她。就算我认个妹妹吧。不，这可万万使不得呀，使不得呀！一姐，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。你就忍心看她做麻三贵的五姨太吗？你就忍心你的表妹被一个赃官、贪官欺凌吗？去吧，去找你的姨父，把话说白了，不就是了？纳一姐为妾。不，那也万万使不得呀！春儿他娘，我求你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春儿他娘啊！好了，你看看你这个样子，哪像是写燕史院画统天竺的郑板桥啊！听我这一回吧，来，来，你画幅画吧，把你那首美好的诗句填上，明天我亲自送去。娘子，一姐，一姐，哟，他嫂子啊，稀客。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？姨父，一姐上次看中了我的鞋样子，今天我特意送上门来。怎么，一姐不在家？在他屋里啊。去吧。好。对了，你帮我好好劝劝他啊。去。一姐，嫂子，一姐，你看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嫂子，你坐吧。好妹子，你别哭了，这样哭也不是个好办法呀。嫂子，我爹他要是再逼我嫁给那个乌龟王八蛋，我就死给他看。好了，别说傻话了，他再坏也是你爹呀。你娘她死得早，还不是他把你拉扯大的。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他老了谁给他养老送终啊？妹子，你还记得那年嫂子跟你开过的一句玩笑话吗？那次表哥捏着你的手教你画画，他心猿意马地走了神，作废了一张画，你就那么打他，累他。他拉着我的手，鼻子出粗气，他想闻我的头发，我不敢跟嫂子说，我才打他。那时候我就说过，来年找不到像你表哥那样的人，看你怎么办。不知你还有没有这份情？嫂子，你说这话，只要你点个头，我来做这个媒。你表哥的主，我做了。你看，嫂子，我对不起你。
表哥把心思放在我身上，我早就知道了。可是我不敢说，我没法说呀。好了，别在我面前装模作样的了。新知府要是要你这个人，你就一口咬死不去。我谅他们没有这个胆量来要这个人。真要是闹急了，就头顶撞子告到巡抚去。巡抚那儿要是告不动，那就告到皇上那儿去。啊，妹子，记住了吗？嫂子。各位，你们有什么话尽管说。是大人。扬州地面上的歌舞坊院有120多家，承接各类社稷活动早就人满为患了。下官做了私访，不少歌舞坊院为了养生糊口，按下重操旧业，接客卖淫了。那你们大家认为应该如何处置啊？大人，微臣以为扬州各地的歌舞坊院保留50家就足够了，余下的应当取缔销册，遣送回家。这些个女人呐，一不会种田，二没有手艺，三不会养娃，这四把他们送回家，那他们该怎么办呢？倒不如杀了他们。可杀了他们，倒不如干脆让他们自生自灭，他们也是人嘛。大人说的极是啊，你说呢？大人仁慈，下官听从便是了。好吧，今天先议到这儿，大家请回吧。告辞了，告辞。子宽，你留一下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大人有何吩咐啊？我在病中多谢你的关心和照顾。哎，你什么时候也闹了套官服穿上了？曹大人呐，看在我领着大伙建造了白塔的业绩上，派给了我这个美差，实了大人的雅惠呀。明天我要冲喜，府上的官员们都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知道了，为什么没见一个上门送礼的呢？大人有所不知啊，皇上眼下倡导肃贪廉政，谁敢行贿受贿啊？那岂不是飞蛾扑火，自找倒霉吗？倒也是这个理儿啊。大人，依下官之见，您的病已经好了，还冲什么喜呀？您想想，皇上今天来个肃贪廉政，明天又来个祭淫灭秽什么的，那您不是又进套子里了吗？你知道给我冲喜的是什么人呐？他就是我心心念念想要又要不到手的王一锦儿啊！他爹爹亲自送上门来的，一个子儿都不要。这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儿啊？我今天要是不要，明天叫我上哪儿找去？我还管他皇上干什么呀？他老婆一天换一个，我多少年换一个也是天经地义呀。哎呦，马大人呀，马大人，吴大人也在呀。哎呀，不是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哎呀，我这不是走一半又回来了吗？为什么？这礼单少给了？哎呀，不是，
我一边走一边想啊，越想越不对劲儿啊。这王老抠、王一姐那儿我敢去，可是他的表哥郑板桥，咱可惹不起呀。啊，他不就是一个布衣画师吗？我一个堂堂知府，没骗没诈，我凭什么做贼心虚呀？快去快去，我还等着明天拜堂成亲呢。真是的，你要是冲了我的黄道吉日，我可跟你过不去啊！哎呀，放心放心吧。钟表连夜，诗文情愫。10年幼小，交相互。不，嫂子，我不能啊！王老爷，哎呦，四姨来了！哎，快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过来，来，里面来。四姨请，姨姐，哎，四姨来了，哎，快出来见过四姨啊！来，你看。哎呀，姨姐呀，你这一生一世真是掉到福窝子里了！来，快看，来，你看，来呀，看，姨姐呀，你看啊，你满意不满意呀？姨姐，你得告诉我一句话啊，我还得到知府里去禀报老爷呢。四姨问你话呢，你中不中意？你给个话啊！四姨，回去告诉马三贵，东西我一样也不要。我们家什么都不缺。哎呀，傻女儿啊，我们家就是刨了祖坟也没有这么多的财宝啊！爹呀，这事是你说了算，还是我说了算呢？哎呀，你四姨啊，爹，你什么也不要说了。四姨，你回去告诉马三贵，东西我不要，明天一早来接人就是了。哎呦，我们等了半天，就等你这句话呢。你看这姑娘真是个爽快人。是。这老爷子娶了这个贤内助啊，那可真是烧了高香，积了大德了。哎呀，真好。回去吧。你走吧，把这些烂东西都带走。行，姑娘怎么说，咱们就怎么做。是。不过这事咱就这么定了。明儿啊，我8抬大轿来抬姑娘的喜啊！好，走。四姨啊，这东西你还真抬走啊？就留在这儿吧。抬进去，快！抬在里边啊！这箱子也抬进来，快点！往里边抬啊！画呀，我就是喜欢看你画的竹子。还愁什么？一姐要是过来，我会把她当亲妹妹待的。乖儿子，要是表姑来咱们家，你喜欢不喜欢呢？弟弟和娘喜欢，我就喜欢。真是乖孩子。哎呦，马大人呐，总算说妥了。明天一大早啊，咱们抬花轿去接人。胡四爷，这事儿办得太漂亮了，我亏待不了你。
那好，红月街那几家歌舞坊可归我了。好。相识本是缘分，相知不容易，何必在乎爱与恨？留下一段真情，彼此都拥有，天长地久才是真。相爱相随到老，陪伴度一生，岁岁月月情更深。经过多少坎坷艰辛的旅程，遇那风吹过一分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能知我心的伤痕，抚平我忧郁的苦闷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给我快乐和安慰，让我陶醉不后悔。春去秋来有几回，珍惜永久的一杯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今生难得有情人。